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去年的10月7日，宜兰南方澳仔大桥常常来断桥，有6个人死亡，13个人受伤。早起，总统蔡英文、行政院长苏贞昌做伙到苏澳来参加南方澳仔大桥重建动土的典礼。总统来提出着3大目标：第一，爱如期如期来完成；第二，振兴当地经济；第三，强化桥梁安全的管理。 总统撰文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到苏澳港铁南方澳仔跨港大桥重建工程启动。我们跟乡亲一起见证南方澳将有一个崭新的大桥，也要感谢我们乡亲还有渔民朋友们的体谅。 去年10月7日，南方澳大桥崩起，造成6人往生。一年过去啊，原是真个家属心内抹度抹灭的伤痛。车毁转成人伤亡，无比的伤痛。预计在2年的施工期完工。以全新的姿态，再次拥抱与守护南方澳的每一天。 新的大桥有结合恢复元素，是讲这个全新的大桥安全什么人来顾？还是由公路总局来做管控，我们是希望公路总局啊。这个桥未来建好，自然会有管理机关负责，这个交通部会定夺。讲会改善因过旧桥管理权责不清的问题，今摆要起全新的南方澳大桥，历史教训绝对袂使甲放袂记。做全新的大桥。